歡迎大家，我哋今日嚟睇下小兔嘅故事。每個人心入面有時都會收埋一隻嫉妒小魔鬼㗎。運動會上，好朋友小猴攞到金牌，全場都拍手掌，小猴笑得好開心呀。但係小兔見到，心入面突然有啲唔舒服，一隻綠色嘅小魔鬼喺佢膊頭度生咗出嚟啦。小魔鬼搞到小兔忍唔住講說話，單打小猴，甚至嬲到唔想理佢。點知呢隻綠色小魔鬼越變越大隻，壓到小兔唞唔到氣，好辛苦呀。兔媽媽見到小兔咁唔開心，就行埋去，溫柔咁攬住佢。媽媽話知道係因為你都想進步，呢個好正常。與其望住人哋嘅光，不如揾下自己嘅光啦。聽完媽媽講，小兔個心舒服晒，嗰隻綠色小魔鬼亦都慢慢縮細，最後唔見咗。小兔決定專心練習自己最叻嘅跳高，佢每日都好努力咁跳，最後小兔揾到自己嘅光，仲真心恭喜小猴添。大家都係最叻嘅小朋友。